你还好吧？不好。你告诉我，南梦姐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先去看奶梦吧。世事难料，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的发展方向不是我们能掌控的。我们都说要掌控自己的生命，可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无谓的挣扎。那边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有的时候，还是不知道真相的好。真相会让你失望的。这么说，南梦姐的死真的和你有关系？南梦姐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你无端端干嘛要卷她进来呢？她肚子里还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南梦姐，对不起。如果你没有遇见我，你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快乐才是。是我害了你。对不起。你能答应我吗？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害了，好吗？我什么都保证不了，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会是最爱你的人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来啦！你好。哦，你好，请问这是魏吉阳的家吗？家来客人了。孙林来了。杨哥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。嫂子好。哦，你好。这是孙林。哦。啊，我给孩子带了点吃的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客气啊你。太客气了，走。进去坐哈。坐。林总，这么着急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喝点茶水吧。啊。来。哎，嫂子我来。没事没事。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没事。我来吧，你去看看孩子。你们先聊着啊。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有件事情呢，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我想回仁义公司去。你疯了？
林总，现在公司的那些老员工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您要是现在回去，就等于从零开始。况且，仁义的心思那么重，手段又那么狠，您觉得他会让您回去吗？你现在可以说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仁义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，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他怎么会让你再去他的公司呢？即便你回去了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以我对仁义的了解，凭我的直觉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